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顶礼拜是过偌节咱有读到《路加福音》24章至过活然后有真侪福音人去到墓里敢有找到耶稣的身躯？无找到耶稣的身躯。然后有足侪事伫迄个中间在发生，大家拢找无耶稣的身躯。但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对13节开始，第一句是甚物？第一句叫做上迄日。路加福音24章的第1节第1句叫做7日的头一日。7日的头一日，就是耶稣过活的迄日，大家找无耶稣的迄日。但是到咱13节的时，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伊叫做上迄日。所以敢有同一天？有哦，同一天哦。找无耶稣，结果耶稣走去佗？耶稣走去以马五的路里。耶稣走去以马五的路里。伫即个中间，即个故事真趣味。伊讲学生中有2个去一个乡舍，叫做以马五。有2个学生，即2个学生有可能毋是耶稣12个学生，但是是愿意跟对耶稣的人。所以伫迄个中间讲，有2个学生去一个乡舍，叫做以马五，离耶路撒冷25里。所以伫遐行的时，耶稣转滚活去，转甲伊问讲：恁在讲啥？恁在讲啥？路加福音讲，即2个人是耶稣的学生。但是当耶稣行过时，甲伊问讲：恁在讲啥？因敢有认出迄是耶稣？无，因的目睭模糊啦，看无啦，毋知影迄个是耶稣，所以转甲伊问讲：恁咧讲的是啥物？结果即2个学生真趣味，甲伊讲：你这一定是外口来的啦。是吼，你拢已经来到耶路撒冷啊，是安那？你毋知影讲耶路撒冷发生啥物代志？你毋知影顶礼拜拄好有人钉死伫十字架顶，有几个？3个。菜市场的迄个是甚物人？耶稣边仔2个是甚物人？其实应该是政治犯啦。迄2个应该就是要在画迄落以色列要独立的，结果画的就去互掠去啊。人进迄个香港铜锣湾的迄个书店的老板嘛，已经走啊呢，走去台北啊敢知我咧讲啥？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迄个头家已经走去啊，因为香港要通过一个法叫做啥物法？就是讲，你若是中国通缉的人，去到香港，伊就会当甲你掠去伊就会当直接甲你掠去。所以迄个头家已经足惊的已经去互掠一摆所以足惊的伫迄个中间一直咧提醒。所以因咧问讲，耶稣甲伊问讲，恁咧讲的是啥物？即2个学生讲，恁毋知影恁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就是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伊是先知人。圣经安尼写，讲伊是先知人。然后伊佫讲，伫上帝甲正百姓的面前所讲所行有关联。哇，即个人无简单，伊讲耶稣是先知，然后讲耶稣有关联。所讲所行有关联，然后21节伊甲伊讲，即个人因对即个人有啥物款的期待？伊讲若是阮平素第5万亿，阮咧5万即个耶稣会当赎回以色列，那安尼，遮个事若成已经3日。遮个人，遮个学生真期待耶稣会当伫迄个中间赎回以色列。但是敢有？耶稣敢有赎回以色列？有啦，无顶十字架顶假的。只不过伊不只赎回以色列，伊阁赎回全人类。差别伫佗？耶稣所看的，毋是干那以色列，规个人类伊拢伫迄个中间赎回。只可惜，真侪以色列。无相信耶稣伊阁活，
无相信耶稣所讲的预言，无相信耶稣伫迄个中间要用5块饼2尾鱼，互众人食饱，无相信耶稣伫迄个中间讲起8福，互送乡的人有福气。耶稣伊所做的，众人无法度体会，因为众人爱耶稣做的，甲耶稣所做的无完全共款。耶稣想要救赎世间人，互人伫迄个中间重新得到头发，但是人所想的就是以色列的独立，我若会当减交税上好。假使若无罗马帝国，我就会当减交一条税。啊，若是对遐个祭司、对遐个法利赛人做官的，会当安怎做愈大的官？我想真侪人拢伫迄个中间有真侪的私心，所以爱耶稣伫迄个中间会当来拯救以色列。但是耶稣毋是照人的意思去做。耶稣伫迄个中间，得问即2个学生。然后，这2个学生嘛真欢喜，伫迄个中间，甲伊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若是咱所读的经节，伊甚至讲，阮有妇人人去到墓内底要去找耶稣，但是阮找无耶稣。结果耶稣全趁迄个机会，将伫过去圣经也是摩西5经内底所写记载着以赛亚的，拢伫迄个中间重新搁讲一摆，然后讲。基督受遮的苦，来入伊的荣光，减无应该嘛？意思就是伫迄个中间重新搁提醒，基督要伫迄个中间得到荣耀。所以一直到尾暗啊，耶稣要搁继续行，但是这2个学生转留耶稣落来安怎？做伙食饭，做伙大。所以这2个人一直到当时才知影，这个人是耶稣。一直到耶稣重新伫人的面前掰饼祝谢掰来互伊，但是圣经在31节讲，因的目睭开就认得耶稣。所以这个人一直到当时，这2个人一直到当时才重新去认出这个人是耶稣。一直到耶稣搁一摆掰饼，耶稣搁一摆。祝福，耶稣搁一摆用伊的性命进入咱的性命，咱才认得出耶稣。啊那安尼，要来请问，是安怎遮个人认袂出耶稣？这3个是啥物人？这3个是啥物人？认袂出来啦，敢若看会出3个啊。其实我怀疑迄3个毋是阮祖囝，因为有可能其中有一个是拿俄米。我无解清楚，但是阮祖囝是一个，要安怎认会出来？当咱的性命甲伊的性命三甲做伙时，咱才有法度认出来。若遮个人是安怎毋捌耶稣？第一个我感觉有可能，真侪代志拢听别人咧讲。所以听讲有一个先知，听讲即个先知真牛，所以阮真愿意来跟对，但是拢总是听讲。有可能伫迄5000人食饱的时，伊敢有伫迄内底？有啦，但是收过远看袂到。有敢有可能伫迄个中间，当撒该伫爬伫山树顶要落来时，然后？真侪人伫遐看见耶稣伫迄个中间所行的，甚至去到撒该因兜食饭，然后撒该得到拯救，有可能，遮个人嘛有可能看到，但是有可能看无到，敢若有听讲。第2个可能性是安怎毋捌耶稣，因为耶稣所讲的，咱无法度知影。伫咱圣经内底有一本足有名的册。放伫咱新约最后一本，对一本启示录、启示录，真侪人拢真爱查经的时，想要来查启示录，但是伫要查的中间，佫真惊讲看
无，是安怎会看无？因为当约翰伫迄个中间得到启示来写启示录的时，有可能含约翰家己，伊拢毋知影伊到底看到啥，总是伊用文字，用伊会当理解的物件，想办法将伊所看到的物甲写落来。问题是上帝应要天堂，也是上帝国，要安怎用人的文字来甲伊写出？今仔日咱真清楚，敢若希伯来文、也是希腊文，要翻译做英文、德文，甚至是中文，有真侪中间拢会有无共款的所在，有表达袂出来的所在。所以当耶稣伫迄个中间，伊咧讲：我要受苦，我要顶十字架，然后第三日要搁我的时，即句真简单的话，有可能咱无法度理解。今仔日你我是伫2000多年后，咱伫即个中间，伫遮咧读遮个圣经。但是假使当耶稣顶十字架的时，咱敢有法度伫迄个中间想起讲，免惊，耶稣真咧顶十字架，免烦恼。伊讲第三日了，要搁我。我会记得，我做兵的时，我的新训中心伫龙田。敢有人知影龙田伫对？台南的龙田吼，龙田。然后毋知是安怎，我嘛毋知。阮迄阵做兵的时，伫新兵中心的时，迄中官吼拢足惊阮遮的菜鸟兵啊出代志，所以出入营区拢用游览车来载。安尼有好，佮再来到阮兜门口呢。惊你出代志，所以再来到阮兜门口，每一个人拢有一个集合点，然后载落来。结果迄摆拄好要转来时，最后一摆要出营区，过着已经要下一次就要落部队啊。因为阮无去兵营，袂当炸手机啊，袂当炸 BB 扣，无遐个物件。结果雄出来，转来到厝里时，我雄听我妈妈咧讲，你转来啊！恁爸走去台南去甲你载，我全惊一跳。哈？是安怎？阮爸会走去台南甲我载？伊想讲因囝做兵，要去甲载。我讲哇，阮爸以前毋捌对我遮好，讲要去甲我载，我会惊呢。但是问题是出伫对，问题是出伫无法度联络，无法度联络。意思就是，咱人有时啊，拢会因为人所讲的物件，无法度真正了解。我有可能会当，我有可能会当出来，我有可能会当几点的时甲你相约，但是真侪时人讲的无法度完全共款。有时咱在听耶稣咧讲的物件，有真侪时咱无法度完全理解。无论是创世纪也是启示录，若有人讲伊会当读甲真透。伊会当知影创世纪发生啥物代志，伊会当知影启示录到底在写啥。那我想，迄个人毋是人。今仔日咱拢通过圣经，想要来认捌即个创造世界的上帝。咱只有通过咱生活顶悬得到的启示，以及所创造的物件，来认捌咱的上帝。但是，是安遮个人无法度认出耶稣？可能，伊伫遮个过程的中间，从来毋捌家己经历着耶稣。什么人经历着耶稣？看见耶稣被五块饼2尾鱼，互5000人食饱的人经历着耶稣。什么人经历着耶稣？原来青年的人会看见，伊经历着耶稣；原来摆骹会行路，伊经历着。阁有甚物人经历着耶稣？当玛利亚知影耶稣要去顶十字架进前，伊知影要用一个香料讲互破淋伫耶稣的身上的人，伊迄阵伊知影，迄个是耶稣。甚物人经历着耶稣？当耶稣顶伫十字架顶，伫遐咧艰苦讲，看这是你的老母。迄个人经历着耶稣，
什么人经历着耶稣？当耶稣派十字架已经在跋倒的时，去甲耶稣斗派十字架的人，伊经历着耶稣。是安那，咱无法度认出耶稣，因为有可能咱毋捌家己经历着耶稣。咱通过圣经来认识，咱通过教会来认识，咱通过唱圣歌队来认识，咱通过咱所做一切服侍、交代、奉献。甚至是伫咱所准备的地点的中间，但是伫咱准备服侍的中间，咱敢有经历着耶稣？咱是咧做一项事，还是咱伫所做的事顶悬去体会着我咧服侍耶稣？爱安怎才会认出耶稣？一直到耶稣摕饼、祝谢，摕互因，因的目睭开。认出伊，然后耶稣消失。啥物意思？是安那爱到耶稣掰饼的时，因为当耶稣伊掰饼，伊的性命搁一摆甲咱三甲做伙的时，咱才有法度去真正认捌，真正知影，这个就是耶稣。什么人会经历这物件？当咱在服侍的时，假使咱只有想讲，我是在完成一件事，咱可能甲耶稣无分。但是当咱在服侍的时，咱是在服侍人的中间，将这个人当作是耶稣，那安尼咱要开始经历着耶稣。所以对这个是耶稣，对这个是耶稣。对一个是耶稣，对一个是耶稣，你认得出耶稣吗？对一个是耶稣，遮拢总有7张相片，有一个人，这是我已经做了啊。我回头转去看的时，我才发现有一个人出现4摆，搁看一摆哦，搁看一摆哦，出现4摆哦。我原来景相片的时，我无安尼想，我毋是特别要景啥物人，但是已经做好寄出去了，我才发现讲即个人出现4摆，爱认出来哦。这可能看无啥会出来，因为哦，你看无到伊的正面，拢是比伫后壁迄个。这张足重要，因为相片翕到伊的时，伊拄仔我拢在看物件。这张甲这张是同款的，你敢有看到伊伫底？你敢有看到伊伫底？我毋知是安怎，这个时间搁无做伙翕吼，毋是叫大家坐好伫遐咧翕，所以有个人有重复。拄仔敢若即个吼，真奇怪，翕相的是拢有伊啦，拄仔好拢翕到伊咧看。即张我就毋知，即张可能伫后壁遮无啥看。你有认出耶稣？耶稣伫对，咱毋是伫咱的生命中间等耶稣来甲咱救，咱毋是伫迄个中间来讲耶稣啊来救。咱毋是伫咱的生命中间讲耶稣啊，我有真济困难，你来求讨，求你来帮助我。总是伫咱的中间，是要重新透过伫教会的服侍，看见人甲人中间的需要甲欠缺，是咱爱去服侍耶稣。要安怎去看到耶稣？伫分享的中间去看见耶稣。分享的中间，毋是别人摕物件来甲我分享，
是我物件款好，来甲人分享，伫对方的身上来看见耶稣。要伫对看见着耶稣，毋是等人来关心我，是我去看到别人的欠缺，伫我关心别人的中间，我来看见迄个是耶稣。要伫对看到耶稣，是要伫咱的中间看见有人伫软弱、困难的中间重新爬起来。或是伫人一个阶段要行过另外一个阶段，然後伊得到勝利，會當好好行過時，有迄個好的見證。伫迄個中間來看到耶穌，要伫對看到耶穌，毋是別人來與我傳，是我要用我生命所存的，要與別人來傳講主耶穌聽。伫对方的身上来看见，传扬的顶面来看见，伊是我的耶稣。有一日咱拢会过去，但是当有一日咱到伫天顶上帝坐伫正面的时，咱坐伫上帝正面的时，伊伫遐要问讲：你捌为着我来做啥？当主耶稣讲：我。无通穿，无通啉，无通食的时，你互我食。咸菜咱会问讲，主啊，我当时伫你无通穿、无通用、无通啉的时，互你食。主耶稣讲有啊，伫至美世中间的一个，但是有可能咱徛真悬，要到伫。耶稣的面前，未入去天堂的路里的时，耶稣问讲：我无通穿、无通用、无通啉的时，你无互我食。换迄阵，换咱要来问讲：我当时无互你食，我常常也甲人伫食。咱的主耶稣，咱敢认得出伫咱中间的主耶稣。原咱的教会是逐个人要入来到伫教会内底来认耶稣，迄个是我的耶稣，迄个是我的耶稣，迄个是我的耶稣。我愿意用我生命中间所有的服侍伫正人的身上，愿上帝恩待、分享、关怀、见证、甲传扬。通伫咱教会中间，伫兄弟姊妹中间，互相流露，对一世到永世爱，咱三个来记。向阮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来献上阮的恳求。当阮知你搁活的日子，阮知你的受苦，总是阮无一定知影你已经搁活。阮常常伫阮的哀伤痛痛中间在找耶稣，阮常常伫阮的埋怨中间找耶稣，阮常常伫阮的无够野的中间找耶稣。主总是阮袂记得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来找耶稣。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搁一摆来转换阮的心思意念。阮所要找的耶稣。就伫阮所要服侍的人的身上，我要伫佩文节身上找耶稣，我要伫伊网甲 Peter 王的身上找耶稣，我要伫阮中间所失落的兄弟姊妹中间来找耶稣。我要伫阮兄弟出门出去，无伫阮中间的人来找耶稣。我要伫阮兄弟姊妹破病、身体欠安的人中间来找耶稣。
阮要伫阮的白人教会中间来找耶稣。阮要伫阮还阁有侪台湾移民来到伫即个所在，心内真丧向欠缺人的心情来找耶稣。主，阮要伫阮的囡仔的心情找耶稣。阮嘛要伫阮老人的中间来找耶稣。阮要伫阮咧找工作的人的中间来找耶稣。主，阮更加要伫生活艰苦的人的中间来找耶稣。主，求你无互阮伫阮生活满足的中间来满足。求你帮助阮，伫主你搁我的日子，阮要重新改换阮的目光，伫至理世中间的一个。阮无要搁干那看见阮家己的困难、艰苦，以及阮的个性甲脾气。总是阮要伫阮的生活顶悬，重新谦卑伫你的面前，来敲找你的旨意。主有真侪时，阮照阮的意思来去做教会，总是今仔日，阮愿意谦卑，照你的意思，甲你三甲同工。愿你伫阮的中间，当你百姓祝福的时，阮的目睭就开；当你伫阮心内摇旗、小信的时，主啊，你就相属诚实，甲阮三个同在。主愿阮重新来起做阮的信仰，愿阮重新来看见你伫阮的中间。愿阮的教会是正人来伫即个中间，要找耶稣，要来服侍的所在。愿阮的性命因为得到你来使用，阮就看见阮的好见证。愿你摆咧阮的祈祷，愿你对世中各我的大开咱，也临到伫阮每一个人的心情，互阮抛走头前的路障。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